又係我 A 特黃永森同大家見面嘅時間啦。今日咧就想講下，喂，原來姜濤啊同黃渤都有啲相似嘅地方喎。原來佢哋都有啲淵源嘅喎。嗱，今集就想同大家講下兩者有啲咩淵源，同埋啊佢哋踏上奪冠之路，到底有啲乜嘢相似嘅地方啊？嗱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呢個頻道。如果大家有睇開我個頻道，就知道我一直都係講真話，不畏強權，不畏打壓嘅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行動嚟表示，撳一下訂閱掣，希望盡快能夠達到1萬以上嘅訂閱者大關噶。而且訂閱係免費噶，撳個掣就得噶啦，何樂而不為呢？記得幫幫手啦。最後仲要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呢條片。中年好聲音3其實就圓滿結束啦，不過呢個議論度啊一直都未有減退嘅。通常圍繞啲咩呢？通常圍繞呢就邊個攞獎呢？就邊個會有人話唔公道啊、造馬嗰啲啦。咁啊，其實黃渤一直以來嘅實力呢都係有目共睹嘅，只不過係點解佢有瑕疵啊？係啦。都可以攞到冠軍呢，當晚比賽嘅表現。其實呢個比賽裏邊，我哋成日都見到啦，好多嘅歌手有瑕疵，係啦，有啲走音啊或者咩，都會有機會攞到高分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分數呢樣嘢或者名次呢樣嘢啊，唔係咁重要嘅啫。係啦，只要你之後能夠揾到條路啱你走嘅，我覺得冠亞季軍係除咗獎金啊，係啦，最重要係個獎金有唔同之外呢，其他嘢都其實冇乜分別噶。當然啦，好多人矛頭啊就指住張智霖初哥哥佢對於黃渤嘅高分啦，佢嘅評語我愛你黃渤嗰隻啦，亦都話佢好想同黃渤一齊合唱隻歌咁樣。好似有啲嘢喎。不過呢啲唔緊要啦，已經塵埃落定咗個結果咁啊。旁觀者不得依牙鬆槓啊。今日講呢個話題呢，姜濤同黃渤呢有相似之處，同埋原來佢係師姐師弟啊。呢樣嘢係一個我 YouTube 頻道嘅觀眾啊喺我 YouTube 其中一個 comment 嗰度講嘅。佢就話啦，總覺得佢當年輸咗快樂男聲啊，即係話姜濤呢就等於黃渤衰咗快樂女聲，兩個呢都一樣啊，喺香港一雪前恥攞翻個冠軍翻嚟嘅。而且之後呢，黃渤就會無線幫我安排咗喺大陸轉戰我是歌手啦，去證明自己係得嘅。亦都話姜濤為啖氣有機會喺佢唱完快樂男聲之後呢，3年之後就攞翻呢個全民造星1嘅冠軍。佢兩個呢就真係兩生花，同屬北京嚟。好似黃渤唔係北京，姜濤呢就喺香港出世嘅。唔緊要啦，個名字係差不多，都係2個字嘅。其他呢就屬於呢位觀眾嘅個人觀感，我就唔講啦。睇翻，係佢哋兩個都係2個字。你睇翻中年好聲音3今次嘅比賽啊，黃渤啦、劉洋啦，都係2個字。蠢招啦！當年應該中年好聲音2嗰陣時，話叫我可以改藝名嗰陣時，我就蠢地就填翻自己真名落去，應該填個藝名啊嘛。改咩名好呢？我姓黃嘅，不如叫皇帝、皇上。哇，肯定掂啊！呢個名一出嚟話下一位參賽者皇上，哇，皇上駕到啊！而最特別嘅地方其他唔講，有一個我發現最特別嘅地方呢，姜濤當年佢嘅比賽係啦，評判係邊個？小豬。今次黃渤比賽評判在座又係邊個？小豬。喂，真係冇咁巧啩，真係。但係有一樣最巧嘅呢，就係佢哋2個都係同屬湖南衛視搞嘅快樂男聲同快樂女聲，係啦，其實都係呢個比賽出身嘅。當然啦，名次可能有些少唔同而黃渤呢，亦都係一個師姐級嚟嘅，因為佢當年呢22歲嗰陣時呢，喺2011年呢就參加快樂女聲呢，就殺到入西安賽區嘅10強嘅。而姜濤呢，就係2017年嘅快樂男聲，應該相距都有6年時間啦，兩者。所以黃渤係佢師姐呢，
係冇講錯嘅。咁好啦，咁呢個姜濤咧就喺合作賽區裏邊，即係 out of 呢個大陸裏邊嘅賽區啦。咁有泰國或者有其他地方嘅參加者，而姜濤咧就係代表香港區嘅。咁下次如果姜濤見到黃渤之後咧，可以叫聲佢做師姐啦。黃渤喺今次中年好聲音3嘅快歌環節咧，佢就攞咗隻山歌去唱喎。咁有啲網民就成日都講啦，佢一直以來嘅比賽係啦，都係冇快歌出現過嘅，喺呢個中年好聲音3啦，當然咁，但係原來佢喺湖南衛視當年嘅比賽呢，係有唱過快歌嘅喎，係啦，佢唱一隻叫 Fighter， 大家可以睇下。喂，佢唔係唔唱得快歌喎，其實佢係唱得快歌，嗱唔算好快啦呢啲，但係一定比隻山歌呢，係啦，嗰啲歌詞就快啲嘅，係啦，即係嗰個tempo 會快少少嘅。老實講，佢舞蹈就冇乜噶啦，同埋當年我諗佢2011年個唱功冇而家咁成熟啦，但係佢嘅唱功都係有少少巨肺嘅影子嘅，所以呢，你話未聽過黃渤唱快歌呢，其實係錯嘅。佢喺中年好聲音3冇暴露出嚟啫。嗱，我唔知佢之後喺歌手呢嗰度會唔會唱快歌啊？因為你知啦，好多時呢都係揼住雞先，唔好俾人知道，唔好俾人知道自己真正嘅實力去到邊度噶嘛。你見劉洋就知啦。嗱，2017年嘅快樂男聲無獨有偶咧，姜濤都係揀咗一隻英文歌嘅 Because of You 而另外咧，佢亦都係一隻比較輕快少少嘅作品啦，再加埋姜濤嘅舞步殺食嘅。但係當年咧，姜濤其實可能都係因為年紀輕啦，可能又比較有少少怯場可能佢，所以影響到有少少唱嗰方面咧係冇咁穩定嘅。嗱，睇翻當年阿姜濤10幾歲仔，係啦，上到去哇，見到小豬佢偶像做評判，而所有評判都係有翻咁上下份量嘅人士嗰陣時，雖然有少少怯啦，但係佢嘅台風舞步各方面呢又冇問題嘅。嗱，所以我覺得呢，造就咗佢幾年之後呢，去造星攞翻個冠軍翻嚟，爭翻啖氣嘅。所以呢，唔係有觀眾同我講呢單嘢呢，我相信呢，大家都唔係咁留意，原來兩者都係出自同一個比賽，唱同一類嘅歌曲。哇！我諗你都估唔到，原來有件咁嘅事㗎。但係之後佢哋玩嘅比賽，雖然大家都係攞到冠軍但係姜濤當年呢，全民造星1嗰陣時100萬獎金，但係呢，黃渤今次參加中年好聲音呢，3就係10萬蚊獎金嘅。相差10倍嘅。嗱，節目嚟到呢度呢，最後我都要同大家呼籲一下嘅，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。我希望盡快達到1萬嘅訂閱者大關㗎，亦都希望如果你哋有機會嘅話 super chat 我啦，又或者嗱，熒幕左下角嘅 PayMe 亦都可以贊助呢個 channel 嘅。熒幕嘅右上角有我嘅 IG channel 嘅，記得 follow 埋佢，我都係要人㗎。如果呢條片覺得好嘅話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。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